好啦，到第4節嘅周日不講理啦，我哋爭取時間啦。之前阿威哥就講緊啲，即係我哋橫切面式咁樣讀歷史咧，可能就幾好嘅。爭取時間，你不如講下，喂，其實好難唔難咧？咁樣教嗱，而家咧中學因為即係大家個餅仔得咁大啦，咁所以綜合課程咧都係大勢所趨，咁啊亦都有咁嘅現實需要。頭先阿陶生都提到啦，即係話中西兩史比較，同一個時空底下唔同嘅唔同嘅地方發生緊咩事？不過最重要就係咧，而家本身老師頭先講嗰個素質個問題，先喺我哋空檔嘅時候講緊。咁我諗而家最重要嘅一個關鍵位就係，喂，究竟我哋係咪真係兩史去比較去而行先？因為而家每一間學校都有佢自己嗰個校程啊嘛，即係如果據我哋自己做老師嗰個嘅理解啦。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做好嘅做法，就係原來喺我哋初中，我哋就係要兩史兩種世界觀嘅，可能一個時間。中國同美國比較，譬如可能講工業革命時間，一去到可能講美國立國，又講翻中國嘅時間。嗱，如果咁嘅做法咧，就可能培養到阿陶生呢一種咧有世界公民、世界觀身份。但咁啊 double 嘅咯喎，個學習個壓力。唔緊要，教歷史咧最重要，佢比任何科目都需要口才。你睇下鄰近地區有個叫袁騰飛。袁騰飛係一個30出頭嘅歷史教師，教中學，博通中西，而且佢講嘢佢係一個名嘴。你睇袁騰飛講歷史，而家喺大陸個網係點擊率最高。你而家再睇人哋百家講壇老啲嗰啲嚴崇年講呢個明朝點樣亡，清朝點樣入關，成班人喺度聽。而家嚴崇年將佢口述之後印書係賣過百萬冊。喂，乜歷史好難教咩？點會好難教？最趣味嘅科目你自己蠢啫嘛！你蠢你唔好去賴人哋，你咪就算大陸，喂，大陸好多人識中國歷史㗎。喂，你唔好理，因為毛澤東本身係一個歷史愛好者，好彩係呢樣，因為嗰個帝王中意呢科，上有好者就下有甚。住咗呢科係嘛？咁啊下邊咧，下邊而家呢班無咗粉青睇讀歷史點讀錯咧係一回事，但係你翻到大陸咧，個個識歷史嘅。你啊，呢啲咧就抵你死啦！話你唔識得歷史，你點樣同佢打交道先？你點同大陸交手先？係嘛？好啦，聽聽意見啦又，因為今日真係好多電話。有位陳女士，佢又認為中史要必修，但係又可以唔考嘅，究竟係咩東東咧？咁啊，陳女士，不如你講下啦。你好啊，係各位主持啊，你哋意見都好正式嗱。我有句説話講啦，嚇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點講都係假嘅。如果你認為呢樣嘢係有乜需要去做嘅話咧，就方法總係比困難多。但係有3個意見咧，我想講。第一，如果我哋認為中史係真係有咁嘅需要嘅，對一個國民即係素質嘅提升係有必要性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考慮到佢係必修，但係唔一定要必考。好啦，如果你真係去到高中，你認為作為一個即係必考嘅科目嗰陣時，你又冇可以嘗試咧，就將個範圍同埋嗰個課程係縮窄一啲，令到啲學生容易啲、有趣味啲去過關。呢個第一。第二，如果照嗰位教聯先生所講嘅，佢認為，我相信佢都同意咧，中史作為一個即係需要嘅必修課。但係如果佢剛才所講嘅，跟住一大紮嘅咁困難嘅情形咧，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嘅話，究竟佢觀點係認為係需要啊，定係唔需要咧？取捨。所以我係好質疑呢一方面係唔需要講。爭取時間，你仲有咩講？佢究竟係設關卡定係咩？所以我亦都唔懷疑點解咧嗰個國民教育放咗喺教聯裏邊咧，就搞到一鑊粥啦。咁呢個咧就係真係教聯咧，係真係要苦心自問。陳女士時間關係啦，你仲有咩係啦？就盡快講下，因為第三，我盡快講。第三，我好佩服陶傑，佢好嘢。佢做到秦檜咁咧，都係佢淨可以覺得咧振振有詞，係嘛？咁但係我提醒佢，佢只係中國咁多千年裏邊嘅秦檜其中一個啫。佢好嘢，因為佢講嗰句説話坦白，佢話佢人人唔識佢識，佢就有咗市場，佢係獨一無二。話知你哋點睇啊？你哋嘅話知你講。好啦，多謝你啊！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好好嘅喎，佢真係講到咧教歷史嗰個方向係真係要有趣味。我提議佢咧去編歷史教材，一流嘅人。得 OK， 講完。你同吳克儉講啊，你叫吳克儉撥款，佢敢撥款，我敢編，但係佢唔會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佢唔會，因為佢知我睇穿佢窿嘢。
嗱，呢位邊個啊？佢講得啱啊！阿陳女士，呢個係一個陰謀。呢15年嚟，佢要先掏空你呢個中史教育，等到你冇基礎，上邊加個國民教育落去。嗱，呢個你都冇講。喂，你都冇第一，你都冇文史哲嘅基礎，你何來通識？嗱，你而家睇你唔讀歷史，唔讀中國歷史，然後就問你而家嗰啲時事係邊個啱邊個唔呃啲嘢落去啦。咁佢咪呃啲嘢落去咯？你知唔知啊？所以我話俾你聽，你叫我編歷史教材，你叫我編啊！我而家我 volunteer， 你撥款啦，你唔會撥款俾我噶嘛？冇問我撥款咯，你會撥款俾你哋兩位有咩回應先？唔係你會撥款俾薛鳳船噶嘛？係咪先？Come on，唔好大家明白人，唔好玩嘢啦。喂，阿鄧飛，有冇咩回應啊？即係佢咁樣講嗱，可以要必修，但係唔需要必考。香港教育或者成個華人社會嘅教育，冇錯啦，係功利主義導向，呢個事實係存在嘅。求學就是為求分數，必修而不需考嘅咧，就自然冇人讀噶啦。可能咧即係退修更加多啲。呢個中國人嘅功利實用，冇得傾啊！呢個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，中國歷史科如果係必修嘅時候，就要推翻係乜嘢咧？推翻整個教育改革綜合科學、綜合學科嘅理念。咁就唔單止中國歷史科要必修，所有嘅學科都要重新獨立翻。咁啊慘！我支持呢樣嘢啊！因此我絕對支持。你反特區政府，我絕反支持呢樣嘢。即係等於我絕對支持呢樣嘢。問題就係話，我哋要頂得順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學生個學習功課壓力就會大增，呢個係一個取捨，呢個係一個取捨嚟嘅。誒，你點睇？你點睇咧？阿介紹。其實最主要我諗個問題啦，即係一定要讀中史㗎啦，即係我自己覺得一定要讀中史㗎啦。不過咧點讀法咧，即係用而家綜合學科可以讀，但係咧我諗咧，頭先阿陶傑講嘅，或者我自己嘅諗法咧，就係立國盛世、改革覆亡咧，揀幾個重要嘅人物嚟讀，即係頭先講個 people history。唔係，但係最終都係翻去頭先阿陶傑帶出嚟個問題啊！你自己都未定調。咁你點教咧？教咧都可能係害死人嘅。其他人有冇定調唔定啊？我就定調咗啦。我自己係覺得咧揸得好穩嘅。即係呢一個咧，即係國情、國史、國文都係好重要。即係如果我哋喺香港站喺今日啊，回歸咗15年，我哋都唔教好中國歷史咧，我諗咧其實即係都枉為師，亦都枉為人。所以咧嗱，我認為咩港獨啊、香港人本位咪特區政府搞出嚟。你知啊，我想做中國人，我好想啊，我想了解咧我個家世，我想了解我族譜。但係咧，你香港特區政府咧喺個教育裏面將啲抽走晒，係嘛？喂，大佬咁然後叫我讀通識、讀時事，我一眼就見到就全部吳克儉啊、梁班子衰嘢。咁我梗係將自己同你中國割離啦。所以我話個特區政府好嘢就咩？你而家成日搞話鬧啲龍獅旗啊、港獨嗰個幕後黑手咧，其實就係佢。你知啊？喂！你又諗下殖民地時代點解喺英國人管治嘅時候，我哋香港人當自己係中國人先，因為佢有條生路俾你行，佢俾你前目啊嗰班國民黨餘老啊繼續喺天台學校悲情講中國歷史，佢唔教你應該點教啫，係嘛？但係而家唔係喎，佢而家呢個特區政府由阿董落嚟將你全部咁抽走晒，咁然後你叫我話要覺得自己係中國人，要欲滅其族就必先去其史。喂，而家佢做到啊嘛，所以咧嗱呢個咧，好嘢，你要成全佢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喂，而家即係搞即係阿鄧飛，你咁樣喺度自閹緊咧，喺度自己閹緊自己。嗱，陶傑個意思就係咁咯。武林青紅係人劍自宮。呢個特區政府係佢想香港人多啲香港人本位同港獨思想嗱，呢個我話嘅。你知係欲滅其族，就先去其史，族咧係中華民族。不過嗱，講翻轉頭，係爭取時間啦。我覺得咧就令到中國歷史科佢作為一個教育嘅學科咧，加咗好多嘅學科以外嘅主觀情緒落去。其實無論點都好，一個歷史學科，首先我哋要關心嘅係客觀嘅事實。至於學呢個學科到底令我產生愛國情緒定還是係厭華嘅情緒咧，唔出奇嘅喎。個個朝代嘅話唔係宦官之亂咧，就係天災人禍，咁可能會好厭惡。嗱，呢個咧係 side effect 嚟嘅啫。係，你仲有幾廿秒嘅，你講埋。社會現實，我覺得社會現實就係要我哋知道咧，就係有亂有動就有靜。咁呢一個其實就係個社會結構啦。咁中史好或者綜合人民咩都能夠展現到呢種情緒咧，其實個教育嘅目的咧就已經達到咗啦。嗱，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，我諗大家都
都好同意咧，就係其實讀中國嘅歷史咧，最緊要係了解咩係中國人。中國人都幾乞人憎嘅，即係如果根據阿陶傑嘅講法咧，都唔係，你要了解。如果你係覺得乞人憎，好似明治維新咁，你覺得自己日本仔唔得，咁要改啦。點解唔得？自我修復啦。我話你問題你人哋因為日本經過明治搞掂，你未搞掂。OK， 好啦，時間關係啦，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，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不講理啦。好多謝兩位，拜拜。